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模法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今日睇几多风景区啦，如果看到啊，那街头艺人，其实一条街头艺人有的去跳舞啦，吼，有的去唱歌嘅。啊，你今日有唱到係來自藝人屏東嘅街頭藝人，佢一個特別，伊係白衣服。啊！等黃坤仁先生來到嚟現場，有同我哋分享講，當初做嘛係靠街頭演員，同時喺街頭表演有嘛個特別嘅地方，我哋馬上歡迎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離港黃坤仁。先生今日個分享來到我哋現場嗬，因為我哋一開始都講，其實係啲街頭演員嘛嗬，同時係以白衣服，衣服做成一啲人嘅表演嘅主題嘅街頭演員。但係講其實即個嘛有啲算是樂團。樂線衣服，越線二胡啦，但是客話都講樂線衣服。咁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小解一下講？當初我有有樂團，同時更加參與多年啦。我哋樂團請艾成蕭吉子先生，2年呢，因為我哋喺屏東長青學院澤胡二胡班學生嘅啦，我哋嘅扮演嗰度嗬，佢先去考街頭演員。我哋陳蕭老師用嘅年紀師個睇啦，嗬，冇人要我哋出去屆也會出去考。有考到啊！蕭老師就講啊，我哋演按照樂和二胡，我哋就按照樂線二胡啊，樂線二胡，就按嚟來嘅。咁我哋喺幾時間，我想到去考啲街頭演員咯。我哋星期三嗬，下主題會唱下雙歌，唱下雙歌嘛，因為都講2、3，其實我會去伊洛卡啦，伊洛卡做小家古厝嘛，伊洛卡規劃。和塘個田丘，我哋出啲嘅機械嘅機啊，幾快樂啦嗬。佢後來面度講啊，嚟工人行表演嗬，我哋出家表演，有人彈出嚟啊彈，我哋出2首做牌啦，做街頭藝人嘅牌，做空啊睇嘅時咧，我就講我哋時節看到牌嘅睇嘅，我又唔敢過我哋做啦，我哋2首出啲嘅機械嘅機啊，幾快樂啦。朋友又會來，先生又來跟我哋探班啦嗬，就感覺到黐嘅啊，嗰時2首啲教啊，幾快樂。但是一般應該來講，我發他本人就教奇妙啦，但是你教一考真正，因為其實其他睇唔講睇高雄市街頭啦，無論屏東市嘅街頭地方，其實你睇啲街頭表演，還是要有啲真正，嗰種人哋街頭演員嘛嗬。咁幾時先去考街頭演員嘅時間？會幾難？7、8月刷一半。我有一般嘅人，差唔多一般嘅人冇入去。伊出啲屏東藝術館，搭一個棚嘅，我哋出啲走好嘛，提起個棚嘅，都會坐到啲評審過來。我哋出一看到伊來嘅時陣，就表演，見表演。伊看到隔意嘅，看到感覺差唔多嘅，可以打分數嘅，伊就走佢哋，走佢哋，我哋出睇對面嚟看彈人，有啲訂嗰啲成績啦，然後嚟公佈成績，佢奇妙嚟嗬，要感覺黐嘅，佢奇妙。咁幾時嘅話，因為你這個係白衣服嘛嗬，咁衣服嘅話，你這個係有自聽嘅樂器，還是講你這個話有啲配樂啊？有配樂，蔡老師嘅伊教材度嘅嗬。有譜又有音樂，背景音樂，我哋出 USB 插把播放器，就一條一條跟行嚟出跟機啊嚟，咁我都幾快樂啊！等於你講，但係蔡老師嗰邊嘅班級地步，伊也要訓練地步都有伴奏樂，嚇，然後同時有譜嘛嚇，然後你錄把線上嘅伴奏，然後你睇練習嘅嗰種譜。好的都是給可能講評審官來嘅時間，如現場幫別人彈，係咪？咁問題係你這個睇蔡老師嘅班級裏邊好幾久啊？我咩睇一段時間，主要出下晝頭3點，星期三下晝頭3點有一班，你啲班人差不多20個左右睇嘅啦，一次出評論蔡老師，以為。
做野教材去教咩？教嘅愛又夾接到我講一表演嘅時節，因為帶人哋出去表演，像我哋嘅先期嘅人哋要跟人表演，然後有乜嘅節氣嘅時節也會表演啦。係我哋曾經去做樣台中。桃園高鐵站去表演咧，咩個鬧嘢啦？又後邊就將啲桃園表演嘅時候，又就去腳板山嘅嗬，有個歌謠時節，又睇個地位教情劇，大家啲一剎記起咧，有一團體唱啊記起咧，嘛感覺佢似咩嘛？嗰個對你來講嘅話，其實公開表演一件事情，已經唔係講過上述嘅事情啦嘛，嗬。市場我有，市場我有係。嗰時人哋講幾條語言一件事情，都講都踩得真正嘅，唔係講因為靠爽嘅係幾條語言，唔能有啲佢是公開表演嘅經驗。唔係，你踩嗰種真正嘅啦。之前就會團團就要去表演，人兩三啲教嘅時間，人會擺嗰啲證照嚟嘅，所以希望我講完過嘅。係啦，你都本見晒嚟看嚟講，即個冇嚟講藝啊，係咪？藝是有這位啊，係咪？有這位。嗰種其實蕭其實老師以這個本大陸對音樂來講嘅話，其實都歸三數嘅啦，嗬。咁你兩件衣服嘅話，而係要重奏嗎？還是講合奏？係二重奏嗰度。但係我先欣賞教材度嘅，可以二重奏的，我就綁第一步，就會彈第一步，伊綁到幾好，係啊，伊綁到幾好，因為音樂帶幾好啊，以前會搞鋼琴嘅，係鋼琴帶幾好，你教師合唱團，你要唱下，都以前有教師國樂團，平常前教師國樂團，你一次有見面過啦，所以佢說嘅。係啊，可是你知道頭講。熱火二胡啊，發現講六線衣服過好，怎麼係？因為其實可能唔單止講睇衣服地位，你就嘛可以幫自家嘅一啲生活打理嘅幾好，同時嘛感覺到幾發跳呢，嗬，幾快樂，幾快樂嘅哦。人哋起到機嗬，後邊就間奏嘅時節，蕭老師還會跳舞哦，一個快樂啊，一個快樂，年紀是幾大哦，但是冇感覺到年紀大呢，也要活在音樂中很快樂，對。因為蕭其實老師其實算喺台灣來講翻，算是個有名嘅一個音樂人，而且對我哋南部來講翻，而個有名嘅一條歌路，按到我哋嘅面拍板，一條面拍板地方唔單止本幾多位聲人嘅，講算是我哋幼稚園嘅學唱或者學跳舞，同時相同都有嘛講嘅，像是蕭其實線上也有人士嘛有一天嘅，但是你看因為學到樂器。伊唔單止有一啲公開表演的一啲經驗，同時伊嘛因為個樂器地位，伊嘛得到幾多嘅一種算是享樂啦，嗬。佢從即個學衣服一件事情來講，因為講有啲人講衣服如果好綁嘅歌曲，譬如講中國嘅古曲啦，冇得講人家嘅現代曲，咁你用啥？你會綁樣嘅歌曲啊？日本歌寫二重奏嗰度，買的那蔡老師嘅譜日本歌嗰度係咪？有啊，流行歌嘛幾多？有3本，一邊嘅3本教材。一邊嘅3本。係差不多有200書。200書左右。咁從你安尼來講，話平常時你唔能會特別去練二重奏咩？你要同個蕭老師向我答。唔係，但係唱下藝戲都卡時間。因為變喺兩三組藝叫機體譜，就機器譜誒，兩三組都教起來嘅。你真係都家家人各有默契啊！嚇，各路提供他人要搭片用嘅角色。咁從唔得按你考上以後啦，你要去哪表演過啊？就喺屏東公園。屏東公園係，係毛主席泰老師嘅團出去啦。我哋去香港呢。哦，去香港。去香港因為有啲人劉麗英先生吼，也先生佢下提嘅香港，又有我哋過去跟香港嘅二胡，因為沒有二胡嘅老師啲教，又有我哋曾經唱下琴劇嘅時節就安排節目，我哋幫乜嘅曲嘅，演幫乜嘅曲嘅，兩團出嚟都能一嚟，對，嘛鬼神奇。嗰時平常嘅話，我睇幾個人喺屏東公園。去做演出啊，有時候有機會我聽到他講伊唱下去公演，甚至去到香港。從蔡老師帶我哋去坐立新郵輪，就顯得他個顯得，比如呢就立新郵輪叫個位啊，
应该排个节目帮人哋表演啦，排个时间帮人表演，所以以后有排舞台表演。冇舞台表演时间，人哋就去选你咪下，选你咪下即家搞，係人哋即家機嚟搞，啊，因為你我哋睇嘅。係啊。咁從一般來講，話你睇，譬如講你喺屏東公園去表演嘅時間，他給人的一種回饋係樣。彈嘅人個演員應該覺得，哎呦，有也是有愛好彈嘅人咯，係因為停下來彈。有朋友就在跳舞我哋跳舞啊！quand你啲機械嘅時候，意思就跳起來啊，自己就跳起來，有感覺人哋咁樣一個神奇啊！咁問題係我冇問題，因為幾條演員啊，有一啲出軌重要嘅功能都打賞，打賞，有人打賞冇？有啊，18嘅啦。反正你講當然人未必都打賞伊啦，但是會有人打賞。有啊，因為打賞佢哋當主嘅命，係可以買片檔。講蕭老師打賞嘅錢唔啱買片檔個，已經買見難。人哋咩快樂？係啦，夢想能不能都去落去嘅啦嚇，只是有人講，有人這一些錢算是一種鼓勵啦，真是冇咪真係因為嘅錢去表演。因為人哋唔係去過多年嘅地方。假使講人一做雅思嘅啦吼，也會用嗰個節慶嘅時節去表演，可能就各有人看到啦。係，人哋目的唔係去賺錢，兩世先生要退休金好生發達。嗰時候有一啲鄉下去幫衣服，然後同時依靠我哋幾條語言嘅人嚟講嘅話，其實人嘅生活其實唔單止可以過快樂，同時嘛可以去到幾多地方。休息下我下個節目，我哋咪過到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一開始談到嘅係來自我哋屏東嘅黃坤元先生，幫嘅算是我哋南部最有名嘅曲調《半山腰》。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吼，從唔頭到拿衣服嚟講嘅話，伊有乜嘅特別嘅一個結構冇？其實一個樂器吼，講起來就簡單啦。無記嘅時就可以掛安尼啦吼，頭方掛我東方哦，唔好咪做東方哦，有啲人會咪掛我做東方安尼就唔錯嘅嚇。甩頭吼，嘿，做安尼吼，佢變下安尼就可以記嘅吼，也可以做按到前頭啦，也可以做做吼，調音嘅，哎呀做弦，琴弦，也可以做安尼微調的，微調。一個琴鍵，也記住咗琴聲、琴筒，一個很多蛇皮當中還有那麻、琴麻，一個有墊布，也可以有很多帶吼，一個也可以共鳴響，嚇，出來呢個簡單的嚇，也記住很多弓啊，弓也有很多弓頭、弓尾，也可以中間啦，也可以弓吼，就用竹嘅，差唔多用竹嘅，一支竹嘅。也可以出馬尾，好馬尾，也可以調尾、調鬆、調弦呢係錯，係，安尼就講冇愛用嘅時陣，愛記得，就安尼掛起來，嚇，係安尼，嚇，去敲門來。
咁像一般來講嘅話啦，嚇，二胡也嘅樂器來講，因為也嘅色嘅音色來講，其實個高級，嚇個高嘛，嚇，唔像大音嘅樂器嘛。咁一般來講嘅話，如果適合演奏樣嘅歌曲啊，其實哪個歌有，但是因為限制量極限呢，有啲大音嘅帶唔下，帶唔下，所以後擺就選曲嘅時間，因為看伊個調子，咱歌好機，愛唔寫嘅調子，愛在限度嘅有嘅音，同時個音域鐵廣嘛冇辦法吼，錯，西巴會受到限制，除非伊個大音帶唔下伊啦，因為算是也是算個高音嘅人要樂器，但是幾多個人故事最開始嘅時間，當初欣賞我想去學二胡，哦，我考到屏東師專58年嘅下邊。啊！考入去嘅時節，我發覺講建樂團會盛行，每年有效果樂團有得到全國的冠軍。嗰些人哋200以後就提90度嘅，就教我哋講我好默嘅樂器。本來先生是講我快頭按太好，我係本來你聲啊吹聲，我講唔可以按太幾烏的，啊講時常講機械就可以冇，按你個輕便啊，先生又講好，係馬上講好，就嗰些人就有按不掉，我哋全部愛學起教，學按不掉就會有教練嚟教我哋。教我哋啲調音，開始學調音嘅時間，個教要跟音調會，看教練啲調，當時人就調你音調，要調其實講，透過音感唔會差啊你啦。嗰時我講到突然嚟學加到3年生、4年生就愛效果樂團，進入效果樂團，有啲人就感覺伊唔想學嘅，想學嘅就入效果樂團，要相同再調嚟繼續學，接下來就有指揮。有效果樂團的指揮，我哋出按嚟練嚟去比賽，俺也加入相同，有次你也有得到全國的冠軍，就會去巡迴演奏，畢業的時候巡迴演奏，做按嚟做效果樂團，後來畢業過後，其實我還有在忙結婚之前，有參加高雄弘法寺7賢2入弘法寺開正法師，一下有組一個建樂團。嗰時我哋要睇嘅建樂團隊要繼續練習，我哋要去台東表演，要去澎湖表演。嗰時係要繼續練習啦。冇錯，係。重點係我畢業嘅時節，分發喺鳳山結社。高中咁我做建樂團，我真是做佢辛苦啦。下班星期六下班嘅時節，我做建樂團，我訓練學生嘅技巧呢。我做這個建樂團，其實在訓練了3年。3年過後結婚，我就加外去離港嘅咩？嗰時候要跳學校嘅，我就離開嘅。後來有我學妹張如慧老師，又走去鳳山嘅時候教書，有建樂團的指揮，都有比較啦，所以鳳山國小國樂團基本啲係有冇啦，就唔啲嘅。咁你談學了，其實歷史個久呢，學二胡歷史一定久。58年。58年，其實差唔多讓其實是屏東師專嘛。屏東師專。等於都國中畢業，17歲呢，吼。17歲。係啊，都可以是學。都是50年嘅。係啊，50年嘅呢。個故事有50年路，一出路有睇。學二胡一直都在表演咩？冇，要結婚過後，頭先要畢業，鳳山國小都鳳山國小啦，個弘法寺嘅國樂團，結婚過後就冇，二胡就空咗咧。因為我結婚過後又交關感情，仲係無法比機械啲，走來啊！太熱啥個講吵，太熱啥嘅，個結婚過後天然又講生意咧咩嗬？連講4講要講個4嘅啦，4個3加1係，要送3個來個4，就無限20年都生意嘅形態，交關感情啊離開嘅時間，喺邊度？二胡還可以再請出來幫我，啲看看嗱佢請乜出來看嗱，要讓我別係啲啊，別係啲按舊嘅，只是你看20年，只是看就別係啲。別個有請問朋友在
又去泰国啊，从个泰国苏州啊，又去再买回来，买回来又再听回来，有零零散散的有乐团，因为的有乐团，人哋就去练习，啊练啊，人家就去在我那个洗手米哈黑白场，也去跟着去跑场，对，啊那个跑场，因为你拜希望相同的地方，啊要打到5、6点的要出门。然後要去個視察啲前地方，視察也起辛苦啦。看到嗰啲音樂先生要穿越個前頭食起辛苦。佢從這個22年以後，再重新拿放人衣服嘅時間，唔係上條嘅時間再重新拿放啦。冇錯，雖然講原來已經腐壞了嘛，嚇，然後你就請人去中國買一啲新嘅，但幾時開始綁嘅時間，按我講啦，染紅了會夾會夾。因為我佔優勢，年輕後生嘅時間學嘅嗬，佢唔會記唔得。按一般嘅同學差唔多半路出家年紀，他也能學嘅，連數字冇按量法的。佢所以我感覺到睇個上課佢輕鬆，先生教嘅課我馬上就會下嚟啦。佢所以跟上課嘅時間，有本先生係咪睇條線錯？他示範表演啦，但係伊等於講最基本嘅講，人要把握，一天都人得佢準啊。好，有種人唔準嘛，佢演都唔準嘅，錯冇？嗰時候等於講，衣服嘅把位來講嘅話，即個本來都已經冇嘅，人乜一句都念過啦，嗰種人演都把佢準。聽見都講，唔嘅講。嘅辦公嘅嗰種處理啦，有人萬放落嘅時候都開始記住、詞組一樣記，佢數嘅力量冇辦法掌握得很好啦。嗰時對你來講嘅話，你做研究嘅嗰時個孫啊，冇錯。按中央嘅二胡嘅螺旋有冇？一個條吼，看到高點嘅螺旋，咁樣按好彈咯。哎呦，感覺到。按樣嘅風哦，其實研究出嚟，研究出嚟。你想要有安嘅顏色嘅時間，你自然都想要一風柔旋。啊，所以閒閒嘅時間就拿去搞出經驗。冇錯，但是有啲我放緊人哋講學樂器啊，嚇，嗰種弦樂器嘅人，有聽見有啲問題都講，有啲我開始會數啊，我感覺到按人嘅弦啊，人哋會佢痛啊。會痛係，有啲人啊溜皮係冇錯，嗰時叫嘅人當然都習慣係出，只是會痛。有啲人啊，好多伊唔記就講數據痛啊。但是我感覺到佢特別講，你這個以前人強嘅時是一國樂團嘅，但是後來伊走西手面，你嗰種心情上面有改變冇？哦，伊嗰條曲嘅就流行歌嗰度咩？所以拿譜。那個 keyboard 彈埋嘅歌誒，係就彈咩嘅機看就是看譜就要會拉奏，就按你彈。等於講，雖然講西手面係我譬如講，人哋一般嘅上司會看得到嘛，嚇。但是對人來講嘅話，伊都係啲表演咧，伊啲創作，好而唔可以講前面伊係啲西手面冇咯嘛嘅，嚇，然後冇差別。但對人來講，都係啲算是啲表演嘅地方。坐個鴨啊，因為佢假裝錄口啊，結果送到雖然係阿公啊，咁樣都哎呀有人分送禮品啊，但是哦，佢係來是退休嘅，能參加在。按西手面愛行啊喺隊伍的前面，哎有啲家中看到先生用睇做也紅咯，都咁到佢黐啊，嗱個仔出望教係啊。嗰時把衣服染過來嗰場地位，其實人哋可以讓先生嘛讀到幾多幾神奇嘅事情。休息下我下一段節目，我哋買幾多個精彩故事哦。
翻過來福起來嘅，一開始我一開始我哋談到係來自我哋屏東離港王坤仁先生同我哋幫嘅客家名曲《桃花開》。我就想問一下我哋先生，因為好多人嘅《桃花開》同我哋上一趟呢，算是我哋嘅半山腰嗬，其實係啲兩個無窮嘅曲調嘅歌曲。對你來講嘅話，歌好嗰種歌法拍咧，還是個歌好我哋傳統嘅古調啊？哦，全部有幾好哩，係啊，傳統嘅嘛幾好聽。嗰啲幫衣服以前先生有學過乜個樂器嗎？就風琴，係每幾年要愛曉得，因為我哋畢業過一個音樂先嘅唱遊，冇錯，唱遊我一聽我即刻曉得彈又曉得唱，所以就學風琴。而家我爸爸咪會學講用李亞家送一台，加一台風琴過來幫我練習吧。寒暑假，係我爸爸幾用心啊！按到4年生嘅時就愛選修，出選修音樂組，音樂組開始做彈鋼琴嘅，彈鋼琴嘅時間我用木鋼琴，沒相同用風琴練，但是有去美濃琴先生寒暑假學，俺係家先生做謝福祥老師，謝福祥老師今年88歲，還喺指揮美濃分上合唱團。俺哋早晨還有睇練習噃，俺哋9月28教師節嗬，愛去屏東師專，以前的屏東師專，現在叫平師校區，然後那個平師音樂館愛去給表演，紀念劉天麟教授音樂會。對，俺哋還有樂合唱團，而家劉天麟老師搞出來嘅學生誒，愛去唱歌嘅啦，錯，而家美濃合唱團愛去比賽客家歌。謝福祥老師一點一方面有得學衣服，我以為剛剛能伴奏客家歌，跟着伴奏客家歌的效果就會很好，又得到優等，優等喺第一時間先生講啊，你做唔得推出嚟哦，我唱你個人團隊會唱歌嘅喲，結果出去唱，那就唱聽一部嘅嘛哈，音質比較低，所以唱得都緊，就是係一練習呢，就是係一啲美濃練習。我哋一次我們都時常喺那邊嘅行業吼，美濃呀，美濃行業，嗰時突然講幾貴美濃和合唱團對你來講嘅話，係故鄉很貴做嘢事。錯啦，團員都會從親戚嚟嘅呀，又跟住阿伯又跟阿叔嘅。真係唔係呢嗬，這個冇可講，我冇講回離港人，這個都美濃人。美濃人還是回到美濃嘅。冇錯，故鄉人做故鄉事啦。錯，他個就像姊妹一樣嘅。係啊。一團規定一下，寫了一個多呢。我哋團隊有88歲嘅時，韓國有一個。90歲嘅，他依然就91歲太生日咧。按太年紀，他個很相同，前年整去唱歌嘅。按排演嘅時候，起1點鐘我冇問題哦。我就覺得一到老人家嗬，這麼好，精神會值得敬佩啊。所以音樂會讓人家心情好，身體健康。真是，但是。我係個敬佩也好，真係講，因為屏東師專是算是以前的屏東師專啦，而家按到屏東教育太好，然後民生校區嘛哈。你喺民生校區還是地波嘅教？係地波嘅校區哦。師專嘅時間出林森路1號。林森校區啦，林森校區係以前嘅農改場啦，農專啊，以前嘅農專。但是至少來講嘅話，屏東師專，因為佢算是伊哋辦學改舊嘅學校嘛。嗰種其實伊培養出幾多先生，呢個幾多嘅學生喺度陸陸續續做先生以後，退休嘅其實喺地方上面嘛，還是做幾多地方嘅事情。譬如頭先講對做嘅總指揮，我真的是覺得幾厲害呢。有都見人哋校友國樂團50年過後，還有喺練習呢。真是愛堅持，能可以睇50年嘅時間嘛，可以把一團經營按好同時。繼續練習，繼續去喺度有啲公開表演。像這個同嘅蕭繼子老師做嘅跟人講落線衣服啊，啊平常時咧表演嘅時間，我有摩擦冇？我都講用嚟去培養人哋默契啊。人哋用啥像你機啊、拿衣啊，然後表演就用啥就落線衣服嘅。你係蕭繼子老師以前有學過哈？
如果伊是学过二胡啊，年轻时有学过，你这个是有带呢哦。嘿，啊伊唔係伊迄家有民族乐团，很多屏东民族乐团，佢下就有幾多欣賞為戲機，啊伊佢下就去學嘅幹嘛啦？哦，嗰時兩年就有帶啦，唔係真是後來人可以是送到樣嘅啦，冇錯。係啊，嗰時等於講能量上唔單止有一啲音樂嘅帶，同時嘛有一啲表演嘅帶。錯。哦，嗰時表演嘅時間唔會講啊，他個音調一樣嘅吊搭哦。有個表演咯，他也是表演型的。冇錯，係啊。佢會表演。係啊，咁其實吼，你即個學到更加來講嘅話吼，因為其實唔同我講，其實音樂對你來講退休以後。花幾多時間睇嘅學衣服，然後學去表演，嚇唔講喺廁所面嘛，學講佢表演嚟學。佢對你嚟講，而家衣服係點樣嘅角色啊？衣服啊，喺我生活中就是空白的時間，就是拉二胡。係，其實小提琴我係見有喺度學啦。喺啲屏東張家慧老師嘅係有記下啥，個興趣啊，有做唱琴上啲教，教啊。有難度嘅喎，有難度嘅喎，啲8度音嘅啦，啊個搞爆嘅哦，啊實在有難度，但是有難度對自己來講有一個挑戰，你就會面對唔曉得就練下都會啦嗬，我上網啊練咯，係哦，我上網啊練。佢對男人嚟講，因為其實而家已經退休啊嘛，佢有啲人講退休係落遊山玩水啊，喺度留了啊，唔知嘛？我想到以前學一啲樂器，望甚至學小提琴。哦，其實遊山玩水留了係咩歸位啦，因為出國嗰度，還有出國書法展示我的那個常常有的，還有國際蘭亭筆會哈。喺副會長啦，台灣嘅副會長，我哋會出嘅去展覽，所以遊山玩水，個獅子會很多聯誼會，匆匆嘛2月3月就出去搞，喺提督卡時間，因為提督卡照顧先生啊，喺先生身體個慢吼，我照顧伊嘅時間，伊啲水母係注意記下嘅。錯啦！我哋而水門你幾日唔好嘈到佢。伊睇劇堂嘅啲鏡度嘅啊，唔怪咩你唔會嘈到佢。安尼就唔會感覺到無聊。不雖然冇看電視，嗰時候看電視除非係有時間會遇到一條樂器。真係唔係講出去遊山玩水不好，只是講攞去尋一啲可以聽你從生活地步可以調劑人家生活咧，所以當然會種花啦、種菜啦、種草啦。對先生來講嘅話，如何學音樂？尤其其實小提琴吼。我跟你講，有時什麼年紀學小提琴，有時個手抬不起來。那壓力過遠咯，壓力。我唔知，我話幾個叫啊吧，有時佢個手啊壓會過遠。係啊，同時也要把握，其實比起衣服來講話，相對更簡單啦，因為有7條線。好，講起來也有它的難度。沒有錯，係啊。但是弦樂器的話呢呀，以學過一啲其實另外啲，我比譬如國家雙數啦。係，錯啦。更加因為其實而家嘛有啲樂團嘛嚇，佢對未來咯有乜感想？未來啊，所以你哋過度會快樂啊，繼續記下嚟。其實網絡上也有一些教學啦哈。因為有啲網絡培養嘅好啥嘅啲，他們編很多教材嘛，你差不多1禮拜有學2條歌誒，比較不會。現在那個失智很嚴重嘛，這樣子你比較不容易失智。沒有錯，你一直持續學習哈，你對身體、對你嘅智能也夠好啦。而且其實網絡上面有幾多嘅，算是幾個人強嘅衣服嘅一啲演奏家哈，而這個演奏嘅嗰種歌曲都其實幾現代。好，甚至幾難，好，伊就嘛有8個樂譜表喺上面去，係啊。可是嗰種去挑戰是幾難些的話，其實真的會表這個有幾多嘅無可能一種通力。好，呢個是幾難哦，做咩都我去練咯，那我先生教過又係唔曉得到，係做會3萬一練啊。3萬一練，係啊。前面的拍節器吼，對慢慢的。可是彈到誒，佢再加速度安尼彈，有啲個夾嘅吼，無法一下機按夾嘅吼。小先生嚟講話，你退休幾歲啊？20年有誒，多20年。退休20年誒。從我50歲就退休誒。咁樣20年來講話，你希望去規劃你嘅退休生活啦？哦，退休生活做照顧家庭，照顧家庭貼，
做公益社会服务，我有参加狮子会和福人社，也用过多时间，因为俺的先生退休啊，因过个很年去训练做公司啊，所以我也是讲师团的团长啊，对吧？所以有做一些公益服务，存的时间，喺铁路卡的时间，做家庭先料理好的时间，存的时间就可以搞乐器。等于如果其实把時間分配好，家庭最重要嘛，哈，生意太嘅哈，家庭如可能這個夫妻的事情冇咁多，生意這個會打理嘅，然後家庭的事情係咧係都開始都公益的事情，公益的事情係咧係都開始可以把所有事你不用去啊樂器上面去，係啊，嗰種嘅談落其實等於講20年的退休生活一下就過了，親家，一下就過。重要要身體顧好來，冇唔錯，最重要。重要要身體顧好來，生活要有規律。每日要去散一條，你只要成為運動散一條安尼，感覺精神夠好，咱有法規律地安尼做安多條路嘅。20年的退休生活對於我哋昆陽先生來講嘅話，一開始係奉獻俾我哋嘅家庭，後來做社會嘅公益事件，最尾那把嘅時間伴以最好嘅願望。但是因為伴願望嘅關係，嗰時有部分嘅快樂嘛係以同他人共享分享嘅。今日嘅感謝我哋昆陽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其實下我都聽我哋先生來共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